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天馬南公園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老嶺青文房紙鎮瓦換件作品福州壽山石。呢件非常之完美，美到咧睇過去似芙蓉。好多石友都會講佢就係芙蓉，點會仲係其他品種呢？但係老實話俾你知，其實唔係芙蓉，佢係壽山嘅老嶺青。作品係優質嘅老礦老嶺青，早期嘅老石頭。雖然稱老嶺，但係如此幽嫩之物，質地凝結，係老嶺之中最頂級優秀品質料嚟嘅。萬裡挑一，東西溫形細嫩，感覺特別像芙蓉青。喺青綠之中透出微微嘅黃味，純正細嫩，雅趣怡人，嬌嬌欲滴，溫潤明澤，手感係極度之好嘅，並且有好強嘅蠟質感，幾乎同芙蓉冇咩兩樣。玩家就係鍾情呢種清雅之味。作品原件石性穩定冇損，案頭瓦換件嘅鎮紙，即係指寫字作畫時用以壓紙嘅嘢，常見嘅咧都係長方條形。因故咧，亦都稱作為鎮尺、壓尺。而最初嘅鎮紙係唔固定形狀嘅，人們喺換相嘅同時咧，亦都順手用嚟壓紙或者壓書嘅。